近期跑馬地夜馬三甲表現較佳嘅練馬師依次係鄭俊偉、羅富全及大衛希斯，但成功率都只有最高33%至到27%。騎師三甲成功率次序為潘頓、巫顯東及布文分別係48、33同埋32。其他統計也包括方扣及蒙拉喺跑馬地1200及1650米勝率都有2成，沈作成喺1650米勝率有2成，奧東尼1000米勝率18%，潘頓1000至到1650米都有約2成勝率及接近6成三甲率。布文喺1650米勝率2成半，周俊樂就係1000及1650米勝率都有2成，巴道及霍宏升1000米勝率2成，1000、1200、1650米及2200米班次由3至5班跑道為 B 跑。初步先看練馬師王形勢，大熱大衛希斯 4.25 倍，次熱廖康同樣係 4.25 倍，第三、四熱門蔡約翰及苗本輝分別係 6.5 同埋8倍，其餘都有10倍或者以上。大衛希斯出馬只有6匹，但大熱門多，有魅力之要，名利雙收及可靠大師。環球英雄也有值得投注價值。廖康永馬房出8匹，除了穿甲金鷹、星珠燕也是低於4倍熱門，不過個人覺得有點偏低。蔡約翰熱門有太太精神及幸運同行。其他練馬師可以留意羅富全及林家良。騎師王潘頓出馬8匹，有5匹大熱門，而且其要創新贏馬2000場紀錄，不會棄場，1.5倍也要選擇。其他蛇師可留意梁家俊及巫顯東。今天介紹第2場2200米，3號香港精神今季已經2勝長途，配上梁家俊上仗外列無空都跑第3，今次更有備而來可以看好。熱初航另外2號揚威四海近仗演出穩定進步，馬房可雙龍出海，3重彩可配7號捷足奔馳及8號幸運同行。另外精選場次6場4班1200米，5號環球英雄雖然今季以2勝同程，不過其演出好像猶豫未盡，上仗排外檔耗力爭先，不利發揮輸給強手而跑第3。今仗配布文兼排5檔，有助大衛希斯爭奪冠軍。練馬師配腳12號過關用及6號彩虹七色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師王係大衛希斯，騎師王為潘頓。馬匹精選2場2號揚威四海，3號香港精神及6場5號環球英雄。